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神的国度在地显现》，我是灵静。2025年，全能神教会制作并播出了大型综艺汇演节目《赞美之声》。汇演节目类型丰富，包括大型合唱、大型舞蹈、二重唱、独唱，以及经历见证分享、相声、神话与朗诵、各国神选民传福音实况记录等。参与汇演人数众多，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巴西等美洲国家、英国、意大利、斯洛伐克等欧洲国家、菲律宾、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赤道几内亚、马达加斯加等非洲国家，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有来自5大洲29个国家的基督徒参与了此次综艺汇演。节目播出之后，在世界各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好评如潮。世界各国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纷纷表示，看见各国的弟兄姊妹向神献上赞美，令人深受触动与激励。在节目当中，尽管大家的语言不同，肤色不同，却在一起同声祈祷、赞美敬拜同一位神，一起读着同一篇全能神的话语，唱着同一首赞美全能神的诗歌。通过观看汇演，基督徒看到了国度福音扩展的喜人场面，看见了是全能神的话语让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不再像以往那样感到彷徨无助，而是有了正确的追求目标，看到了进天国的希望。他们心中都无限感慨，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都庆幸自己跟上了神的新做工，有幸加入全能神教会这个大家庭，成为其中的一员。汇演播出之后，各国基督徒也纷纷留言表示愿意加入传福音的队伍当中，将国度福音传扬给更多等待神显现的人。与此同时，更多基督徒也期待在2026年能继续看到全能神教会综艺汇演如期播出。应多数观众的热切期盼，2025年下半年，全能神教会开始筹备2026年的元旦汇演。从前期节目征集与策划、人员选拔等各项准备工作的开展，到中期节目筛选、定版、排练、各技术人员配备以及场地和技术准备、拍摄试镜等执行工作，再到场地布置与舞美调试、彩排等后期制作工作，各个环节都井然有序、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本次汇演节目类型丰富，包含大型合唱、大型舞蹈、独唱、二重唱、印度舞、秧歌舞、经历见证分享等。参与演出的有我们熟悉的面孔，也有我们陌生的面孔，既有老成员的参与，也有新成员的加入。他们为了记住歌词、唱准旋律，学会舞蹈动作、打准节拍，将更精彩的节目呈现给观众，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祷告依靠神，解决了各种难处，产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也有了很多意外的收获。本期节目，我们走进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多个国家全能神教会2026年元旦汇演的排练现场，对参加此次演出的基督徒进行了实地采访。接下来，让我们去实际的听一听他们的体验与感受吧。以下是来自现场的报道。我当时非常激动，觉得能有机会再次唱歌赞美全能神是一件特别有福的事情，这让我很激动。这是一次见证神的机会，能让神的话语传到各地。我参加的原因正是为了见证神，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个本分尽好，
我很高兴，也很激动。我很早就做好了准备，为的就是不耽误拍摄进度。我们未必有很多机会去做一些让神满意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参加这个节目是一次机会。你能感受到每个人都很有心智，你能真切地感受到每个人都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并且觉得我们所做的事情很重要。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更重要的是，这很有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赞美神。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录制，我必须说，这非常令人激动。这让我们能设身处地地体会那份见证，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喜乐。这是神的话带给我们的，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性情。这次的经历极大地充实了我的心，当然也带给了我感动，尤其是神的话语，我们通过歌唱可以传递出去，让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能让人来亲近全能神。参与汇演的全能神教会基督徒虽然满怀热情投入排练，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处。极端的天气、长途的奔波、身体的疲惫、技术的难点等，都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有时我甚至想，这段歌词我学不会了，因为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歌词确实挺难的。但其实我一直在不断的练习，我一路赶过来花了4个小时，这一路上我把要唱的歌反复播放，我一直跟着唱。当然主要是祷告，确实帮助很大。祷告使我有力量，使我更亲近神。当然我也祈求神在这个过程中帮助我。我们都感受到神就在我们身边，参加的弟兄姊妹们也都和我有一样的感受。能够经历这一切真的非常特别，也非常美好。moeilijk in de zin van 很难，因为我还得学习乐谱。当时来了2位姊妹，玛丽克姊妹和奥利维亚姊妹来帮我，但1天之后我全部忘光了。然后我忍不住大哭，向神祷告，祈求神帮助我，使我能够做好。之后我去睡觉了，没有再继续练这首歌。半夜醒来时，突然间一切都理顺了，我明确地知道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了。这让我感到非常满足，也让我看到神确实在做工。能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参与这个表演非常特别，你能体会到神的感动。We had a few storms that week. 那一周下了几次暴风雨，还伴有冰雹，有些树都被吹倒了。我们开始有些慌乱，甚至担心无法按时完成拍摄。我们祷告，求神带领和帮助。祷告后，我们想到了神如何用话语一点一点地为我们创造了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控制不了天气，但我们的造物主能摆布天气，相信他一定能给我们安排理想的拍摄地点。那天还是有超级风暴，所以我们有些担心。不过等我们到达的时候，各方面都很完美，光线好，环境也优美，没有受到任何破坏。这次我们花很少的时间就完成了，拍摄期间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就好像神为我们把所有困难都挪开了。阿们，赞美全能神。Very difficult for me because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do this duty.
这个本分对我来说很难，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进唱歌本分，尤其是我的工作很忙，能练歌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但在神的带领和引导下，我努力练习，也记住了歌词，最后我们唱得很好。我还遇到了另一个难处，当带领告诉我们拍摄视频的最终日期时，我很担心，因为我住的地方很危险，经常都有人拦路抢劫，我很担心能否准时赶到那里。后来我就向神祷告，祷告之后，我想起了神的话，神安排了什么，你就面对什么，你就试着去经历体会什么，完全顺服神为你安排好的每一件你所该经历的事情，顺应神所为你安排好的命运。当我想起这些话时，心里很受激励。后来我顺利到达了拍摄地点，视频也顺利拍完，我感觉我收获了很多。有许多顾虑和担心，因为我害怕让别人失望。我想，万一我不理解他们怎么办？或者他们突然想让我做什么，但是我做不到，或者还有其他事情，那该怎么办？我也担心我们彼此之间无法正常沟通。但是一切都很顺利。我也知道，凭我自己当然是做不到的。我不停地求神带领我，帮助我不要担心。神的话语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神说，凡事仰望神，依靠神，这是最大智慧。我要学会依靠神，要有信心，无论临到什么难处，都能顺服神的摆布。我想可能是语言障碍或者旋律本身有难度，所以对我来说，学会这首歌不容易。我就向神祷告，求神带领我学会这首歌，把心真正投入进去。我记得神说，如果真有良心理智，做什么事就能多一份心，多一份好心，多一份责任心，多一份体贴，你就能多下点功夫。你能多下点功夫，你尽本分的果效就会提高，就会好，就会让人满意，让神满意。我认识到自己之前并没有用心学习这首歌，这时我想到我可以把这首歌下载到手机里，平时在车间做焊接工作的时候，我也抓紧时间学歌。我还把歌词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不记得的时候就看一眼。后来我终于学会了这首歌，旋律和歌词都记住了。我特别高兴，心里也产生了一些动力。经过那2周的努力，拍摄当天我发挥得很好，感觉也很轻松。Anche la prova di canto, qui abbiamo fatto il canto e quella per me 我们也参加了合唱，对我来说这完全是神带领达到的，因为我不懂英文，所以从来没能成功用英文唱歌。弟兄姊妹之间的合一，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都真切地感受到神的心意，因为正是靠着神，我们才得以完成这一重大本分。有一个瞬间非常美好，我们大家一起做了祷告，这真是一次心完全归向神的祷告，祈求神来帮助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把本分尽好。这真的非常美好，感谢神。Les frères et sœurs, ils se sont donnés à fond, vraiment. On a fait des journées de répétition. 弟兄姊妹们真的全力以赴了，我们花了好几天排练拍摄，这很值得。你们会感受到我们心中的喜乐，我们唱歌跳舞时的喜悦之情。你们会感受到弟兄姊妹之间的默契配合，而且我们在这次汇演中真的看到了神话语的权柄。
在一次次排练中，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不仅学会了依靠神彼此配搭，也在神话语的带领下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性情，体尝到实行真理的平安和喜乐。En este papel de solista, gracias a Dios Todopoderoso que lo permitió. 感谢全能神让我有机会担任领唱这个角色，使我对自己狂妄自恃的败坏性情有一些认识。因为当弟兄姊妹选我做领唱时，我很激动，我说我会全力以赴的。其实当时我有要向弟兄姊妹证明我是最适合这个角色的想法。等我回到家后，我就开始反省，看到我的想法真的不合神的心意。我读了一些神的话，总是活在一种自恋、自我欣赏的情形里，很难静下心来揣摩什么是神的要求，什么是真理，真理原则是什么，这就很难明白真理，即使尽本分也不会实行真理。当我读到全能神的这些话时，我感到很蒙羞，因为我看到我做领唱的存心不合神的心意。我只是希望弟兄姊妹都关注我，能够获得弟兄姊妹的认可和好感。我就是想要被崇拜，因为这让我感觉很好。但我意识到，当时在败坏性情的支配下，我的行为不合神心意。另外，当弟兄姊妹给我提建议时，我不想接受。我觉得我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如果还觉得我做得不够好，那就让别人来领唱吧。但当我向神祷告并反省自己时，我看到我的想法真的很不对。感谢全能神，我想起了一句神的话：弟兄姊妹在一起配搭，就是互相取长补短的过程。感谢神，当想到神的话时，我就能接受弟兄姊妹的建议了，并实行出来。最后，我们的拍摄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进步。阿门。当我们尽本分的时候，撒旦总会给我们送很多消极的意念，比如下雨了，撒旦会告诉我们放弃吧。但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必须坚持尽本分。天气只是一个小小的难处，不是无法解决的事情。当我在录制时，长时间暴晒在太阳下，背部被晒伤了。那一刻我非常的软弱，只想坐下来检查自己被太阳晒伤的地方。但想到我们还没有录制完，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尤其我还是领唱。后来弟兄姊妹建议我弄湿一件衬衫搭在脖子后面来降温，我照做了，那种刺痛感和灼热感立刻减轻了，我才能更安心地继续拍摄。我心想，撒旦真是太邪恶了，每当我们遇到一点小事，他就想要让我们放弃撂挑子，不让我们继续尽本分。想到这里，我更恨恶撒旦，也更想亲近神。我看到了神的伟大，看到神是如何实际的做工拯救我。那一刻我非常感恩，因为神让我看穿了撒旦的诡计，并及时做出了回击。想到这些，给了我鼓励和喜乐，让我能更安心地继续拍摄。阿们。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些经历，你会说什么？获益匪浅。我们往往喜欢发怨言，但当看到其他弟兄姊妹时，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比如那个周末很冷，我们都冷得发抖，但你还必须得微笑。与此同时，你的肉体却在告诉你，不，我们要钻进被窝里才好，你在这里做什么？事实上，当看着其他弟兄姊妹时，我们都在互相激励。我们每个人都从神的话中得到了力量，并告诉自己，不，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只是很小的代价，
这点苦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之后当我们看到拍的视频，就会很满足。就是这样，我们真的很享受这一切，这值得。我们都知道，要为神做见证，就必须付出一些代价，必须学会受苦，所以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的心也因着能满足神而喜乐。阿门。起初我并没有寻求真理确定原则，我也没有交通神的话，让弟兄姊妹更深入地了解这项本分的真正意义，以及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应该如何拍摄等等。所以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小状况，有的弟兄姊妹态度轻慢不守时，导致整个排练过程延误。但只要跟他们交通真理，指出这一切的问题，他们就会做出调整，那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通过尽本分，你可以在才能上、真理上都有所收获，而这些是你通过工作无法获得的。我在这里学会了如何跳教会歌曲的舞蹈，这些都是我之前不会的，也从未学过的事情。我还想说，我们都体尝到了圣灵做工，体验到了当我们积极配合、真心顺服时，神是怎么引导我们的。在筹备节目的日子里，借着一次次排练，一次次揣摩神的话语，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逐渐明白神的心意，感受到神的爱与拯救。他们不再只是完成一个节目，而是对自己肩负的见证神的使命有了更多的负担。当我读那部分歌词快要读到最后一句时，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因为它触动了我的心。如果我没有进入全能神教会，我永远无法想象我来自哪里，我是谁，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发生了什么。感谢神，也多亏这个美好的机会，使我能够体尝到神的爱。即使现在我还是很感动，神让我明白，我从未被神离弃。我曾以为没有人会陪在我身边，或者没有人能稍微爱我一点。但感谢神，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爱我们，而且他真的守候了很久。我很开心，我的心在欢笑。Alors je pense que le plus important dans tout ce qui existe, c'est faire la volonté de Dieu. 我认为世间万物中最重要的是遵行神旨意。遵行神旨意的人拥有最有意义的人生，他得到了神的认可，得到了真理，也满足了神的心。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就像我过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一样。不管是想成为名人，或想成为演员，或足球运动员，或者想到一所好的商学院深造等等。但归根结底，这些人追求的究竟是什么？不是出于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利益，就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或光宗耀祖。但所有这些都是虚空的，这些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但追求真理的人，就是追求生命之道的人，他必会得着生命，得着真理。他将不再活在撒旦权势之下，而是与神一起生活在平安、喜乐和幸福之中。Когда мы записывали эту песню, я многое время учила ее, и то есть 在我们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我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它，也就是重复不断地听，一遍又一遍地揣摩这些话。在我们开始唱的时候，我非常恳切地祷告，希望能唱好，能把其中的情感真实地表达出来。这首歌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也就是这首歌里的神的话语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心。
我好像体会到了神对我们的牵挂，对全人类的担忧。他每天都在这么的牵挂我们，爱我们，并且看顾我们。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体会到了圣灵的感动，我真的感受到了。我在歌曲结束时甚至哭了。神做了多少工作，他是多么希望拯救我们，使我们不再被撒旦吞吃，不再被撒旦残害。神希望我们能够彻底的、永远的摆脱撒旦。他的心为我们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而担忧着急，他想要脱去我们身上的败坏性情。正因为如此，神已经做了6000年的工作。神是那么想拯救我们，就像在这首歌中，在这些话语中，神对我们的心意全部显明了。当从心里真正体会到神拯救人的急切心意时，你就明白，你不能只是坐视不管，或者只使5分尽。我们必须尽上全力去遵行神的旨意，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神的拯救。我对本分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改变，我开始付出更多的努力，也开始更加上心。也就是说，我真正感受到了神加在我肩上的担子，这是神托付给我的，我的本分非常重要。而且如果我尽心尽力地去尽自己的本分，那么就能让神的旨意更好地通行。也就是说，更多的人将能够得到神的拯救。这不仅取决于我，也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这样，更多的人将能够摆脱这种黑暗，并获得神的拯救，得着洁净，被神成全。阿们。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Happy New Year! Yes, I have actually.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真的非常期待看到所有参加演出的弟兄姊妹，也期待看到他们怀着火热的心为赞美全能神而准备的精彩节目。除此之外，我还特别期待看到弟兄姊妹的经历见证。我想和所有的观众说，这不是普通的综艺节目，这场汇演是在见证神的做工。我想告诉大家，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非常黑暗，但那些接受了神默示做工的人都活在光明中。接受神的做工以及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光明。我希望这次汇演能让所有正在考察真道的人更加渴慕，也更有信心，更愿意继续考察，最终接受神的默示救恩。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year's variety performance. 我特别期待今年的综艺汇演。每次看综艺汇演，都能感受到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就像一个紧密相连的大家庭，这种感觉特别好。看到弟兄姊妹们，就好像是与多年未见的朋友和家人相聚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敬拜神，同心合意地将荣耀归于神。我特别感谢神的主宰安排，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神在末世发表的真理，迎接到了主的再来，接受神的末世做工，进入国度时代。现在神的工作已经从东方扩展到了西方，国度福音也传遍了世界，这才是真正的赞美之声，赞美全能神，我们的造物主，赞美赐给我们生命和真理，并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真理的那一位。在2026年到来之际，让我们都把追求真理当成头等大事，这样我们才能明白真理，达到爱神、尽心尽意尽性的敬拜神，脱去败坏，达到性情变化。我们赞美全能神，感谢神的做工，感谢神赐给我们真理，一切颂赞归于全能神。阿们。Thanks be to God! All glory, praise, and authority be to Almighty God! Shalom! Noi siamo pronti e poi ci vediamo allo spettacolo di Serena! Ciao! Thanks be to God! All glory, praise, and authority be to Almighty God!
to God. We are ready. Are you? See you at the performance showcase. Et on voudrait vraiment, sincèrement, du fond du cœur, remercier notre Dieu Tout-Puissant. Amen. 通过这次的采访，让我们有机会走进这些我们曾经在视频画面里看到的基督徒，也有机会了解他们在画面背后真实的生活与追求，了解到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与他们遇到难处时是怎样依靠神，用神话语去经历解决的。通过了解他们的故事与经历，他们从我们心目中的演员变成了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弟兄姊妹。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全能神的跟随者，都接受全能神的供应、牧养、带领，都是全能神教会大家庭中的一员，也是造物主权下的受造之物中的一员。看到他们在全能神话语的带领之下，不管遇到什么难处，都能积极主动寻求全能神的话语，找到实行路途，顺利地尽上受造之物的本分。我们由衷地感受到，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语言，但是全能神的做工与话语，让我们冲破了种族语言的界限，有了共同的目标。为了传扬国度福音，见证造物主的做工与说话，我们理当义不容辞，竭尽全力献上我们的全人。下期我们将为您带来美洲、亚洲全能神教会综艺汇演的幕后采访报道，敬请期待。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继续关注新时代，下期再会。